阁下既夺令牌，又抓圣姑，看来对神教是了如指掌。有很多事，我比你知道的更详细。你想要什么？教主之位？哼，你将我瞧的未免小了。说出你的条件吧。不想人隐隐死，就替我找到辟邪剑谱吧。大师兄，喝点粥吧。小心，慢点儿。怎么了？这是？嘘。谁？黑咕隆咚的，怎么不点灯啊？我还以为是敌人来了。胆小鬼！哎，大师兄怎么样了？吐了好多血。小师妹，大师兄，你没事吧？哦，对了，我带了紫霞秘籍给你。爹曾说过，你的内伤只有修习本派至高心法才能化解。紫霞秘籍。六豪，你读给大师兄听，自己可不许练，否则给爹知道了，没你好果子吃。我哪有那个胆子啊！师父不惜破例以秘籍相授，大师兄有救了。这事儿你谁也不能说，秘籍是我从爹那儿偷来的。这被师父发现了怎么办啊？大不了挨顿揍呗，难不成还杀了我呀？不行，师父不让我练紫霞秘籍，我宁死不甘为师命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跟我怄气？我给你赔不是还不行吗？大师兄，这不是偷学武功，是救命啊！不行，我不。我得回去了，以免被别人发现。六豪，你无论如何都要让大师兄修习秘籍。好。大师兄，任盈盈是任我行的独生女儿。当年黑木雅被攻破，我命令绿竹翁带莹莹隐居，原本就是不希望她再卷入这江湖纷争之中。神秘人知道许多秘辛，应该就是神教中人。小妹，敌人潜伏在暗处，你不会武功，身边要多带几个护卫。我会小心的。杨总管，世道混乱，你为什么不学点武艺防身呢？大哥说，学了武功就会想着报仇，陷入冤冤相报的泥潭之中。我们二人是同乡，当年黑木镇毁于正邪战火，亲人朋友尽皆丧生了。是啊，大哥原本希望我做个普通人，远离江湖，可你终究是放不下他。姐姐切勿多心，小妹身份低微，无才无德，绝不敢存非分之想。我只愿永远在大哥身旁伺候，我就知足了。
你干嘛要这样委屈自己呢？你要是喜欢就去追啊！我若是喜欢，我可不会畏首畏尾，那不是便宜了别人了吗？姐姐敢爱敢恨，性格直率，小妹是比不了你的。况且我自幼视大哥如兄长，并无他意。大师兄，大师兄，要喝水吗？小师妹呢？小师妹昨晚就已经下山了。哎，你别伤心，我有好东西要给你。你仔细听好了。天下武功，以炼气为正，浩然正气，原为天授，唯常人不能善养之。你读什么呢？紫霞秘籍第1章啊。紫霞秘籍是我百不传之秘，你怎么能随便读？快收起来！大师兄，都什么时候了，性命要紧，你怎么可以拘泥这些小节呢？你继续听。五夫之患，在性暴、性骄、性酷。暴则神扰而气乱，骄则真离而气浮。你别读了。今日小弟不能再听你的话了，违背师令的罪责，我一人承担。酷则人丧而气失，贼则心狠。大师兄，大师兄，你没事吧？把我枕头垫高点，快！啊大师兄，对不住了，刘师弟。师兄。我要离这秘籍远远的，免得让别人看见，说我偷练神功，为城而死。田伯光，无冤无仇，苦苦相逼，无冤无仇，你伤我令狐兄弟，害我小师傅伤心，就是死罪。你给我拿命来！哎呀，哪个王八蛋呀，想压死你田大爷我！
田兄，令狐兄弟，竟然是你啊！你也受伤了？你别提了，我本来想杀了于沧海，替你报仇，没想到中了他的暗算。田兄这份恩情，令狐只能下辈子报了。令狐兄弟，我被于沧海伤了内腑，怕是要和你一块儿上路了。你我二人相伴，死的不寂寞了。爹，山坡下面好像有人。虫儿，大师兄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师父，这位大师是岳先生，在下田伯光。你这个淫贼，居然有此胆量跑到华山来！虫儿，速速把他杀了！爹，大师兄身受重伤，怎么与人争斗？让我来吧。姓田的就没受伤吗？江湖上人多嘴杂，你杀了他，无端的就毁了自己的名声。师父，田兄已经出家为僧，痛改前非，不如他的刀下伤害过多少无辜的人命？此等狗贼不杀，我辈习武，所为何来？然而，把剑给你的大师兄。虫儿，田某能死在令狐兄手里，也算是值了。姗儿，你对此淫贼，倒是有情有义的。田兄曾多次制住我，却不杀我。弟子，虫儿，你对这种狼心狗肺之徒讲情义，为师就怕你这一生的苦头有的吃了。秘籍呢？在六师弟那儿。未奉师父之命，弟子绝不敢偷练秘籍上的武功。为师不是不想传你，只是因为本门现在遭到了大难，时刻紧迫，无暇能够从容指点。倘若你自行修炼，又怕你会走火入魔。知道珊儿偷了秘籍，为师这才特地赶回来。弟子明白。是女儿行事鲁莽了。算了，